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。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。2026年北京首場外交大事就係南韓總統李在明訪華，佢率領200人經貿團先去北京，跟住去上海。此行同中國簽訂15份合作意向。李在明出發前已經話中國係韓國最大貿易夥伴，中國行嘅目標係要恢復同北京嘅關係。所謂恢復係要扭轉因為前總統尹錫悅親美而造成嘅中韓關係疏離，中央領導層都對佢好重視。習主席話：我和李在明總統已2次見面並實現互訪，體現了雙方對中韓關係的重視。作為朋友和鄰居，中韓應該多走動、常來往、勤溝通。中方始終將中韓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。李在明出訪前接受央視記者訪問，已提到中國係韓國最大貿易夥伴，需與中國緩和關係，共謀發展。行程中，李在明仲以去年獲習主席送贈嘅小米手機玩自拍。攝影技術不錯。呢個小片段被韓國媒體拍下之後，李在明喺社交媒體上再自拍照。李在明以一部手機表達咗好多信息，亦藉此加深咗與中國領導人嘅友好關係。佢出訪話要化解中韓之間嘅誤會及矛盾也基本完成。이것들이 한중 관계 발전에 어느 정도 장애 요인이 없었다고 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그간에 있었던 오해들 또는 갈등적 요소를 최소화 또는 없애고 한중 관계가 새로운 단계로 도약하고. 對於韓國呢個鄰居，中國特提到要共同防範日本軍國主義，巨大民族犧牲，贏得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勝利。今天更應攜手捍衛2戰勝利成果，守護東北亞和平穩定。李在明表示，韓中是近鄰，兩國關係源遠流長，韓中曾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。李在明話好重視同中國嘅關係，佢喺元旦講話時都提到要理順同北韓嘅關係，避免戰爭。呢一樣當然唔少得中國居中調停。另一個南韓最關心議題係中國實行多年嘅禁韓令。當年南韓部署薩德導彈遭中國反制，南韓藝人及影視產品全部受影響。李在明訪華後，最新消息係循序漸進解決。作為2026年訪華嘅第一位外國元首，李在明嘅中國行收穫豐富，中韓關係喺新一年有大改善。中國同亞洲另一小國新加坡卻似向另一方向發展。去年11月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論後，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發言就惹禍。佢當時話中國應該放下，意思係放下2戰時嘅恩怨，又話對東南亞嚟講，日本係貿易上最值得信賴嘅國家。佢呢啲忘記歷史教訓及苦痛嘅無腦且冷血言論，不但激嬲中國人，仲連馬來西亞、緬甸等東南亞國家都覺得有問題。中國駐日使館喺社交媒體刊出2戰時新加坡都有日軍731部隊嘅惡行。事實係日本當年在東南亞發起侵略時，新加坡據報都死咗幾萬人。所以黃循財發表冷血言論後，引起東南亞熱議。就連新加坡資政李顯龍都要出山協助平息不滿。黃循財喺中日之間嘅不平衡及不正確，同對中國嘅戒備好嚴重。2025年12月底，黃循財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訪問，話新加坡會配合美國嚴格管控晶片出口，絕對唔會俾中國從新加坡多攞一塊晶片。佢一再對中國作唔友善嘅言行，連新加坡網民都睇唔過眼，鬧佢係黃循財。好多人都唔明呢個新總理點解要刻意挑釁中國，而佢選擇親美親日嘅路線，根本得不到民眾支持。
或者佢元旦講話提到新加坡經濟面臨挑戰係一個線索。2025 also marked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global affairs. Long-standing assumptions about open markets and win-win cooperation were questioned and sometimes rejected. There will be more challenges and unknowns on the road ahead, but we can press on confidently. 黃循財講話中提到嘅挑戰之一，肯定係新加坡嘅轉口貨運生意大插水。半個多月前，海南自貿港封關，好多東南亞貨輪都去咗海南停泊。2025年前11個月，新加坡轉口貿易量已經跌咗4.2%，其中轉口貨運最主力嘅橡膠及棕櫚油中轉量更暴跌45%。新加坡立國60年內一直食盡馬六甲海峽嘅天然地理紅利，依家面對海南自貿港嘅超強競爭，壓力實在唔細。尤其海南楊浦港封關首日貨櫃吞吐量已飆升47%，一加一減代表新加坡貨運中心地位好快讓位。在經濟競爭加劇嘅時候，新加坡仲要喺政治上佢話。有國際關係學者話黃循財嘅政策大錯特錯。2026年嘅發展歷程可以話俾大家知，南韓新總統及新加坡新總理嘅領導同政策邊個更正確，更符合新國際時勢，我哋且慢慢觀察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支持。